台市公共自行车目前采用的 T 牌营运已经启动，因为系统无法度看地组织行车等造成民众困扰，所以打算明年3月开始，U 牌将全面接手营运。在1月3号，U 牌 2.0 系统正式登线伫市民眼前。市长吴伟霆伫这位议员陪同，嘛亲自发表试骑，表示初期对77站到明年底将扩大到500站，引进5000台为目标。从我们已经现在跟微笑单车也是 U-Bike 刚刚所说的 U-Bike 合作，能够让台南市的共享单车，第一个在数量上增加，第二个在设站的点数增加。原先全台南市只有70几个点，那当初设置的第1年，从现在开始我们签约合作的第1年，到明年的时候就可以成为扩充为300多个点。那接下来呢，在第2年以后，最终会扩充到500个点。那未来这个部分对于台南市的共享单车，为市民朋友的服务会大大的便利。据了解，目前台北、新北、新德县市以及咱附近的嘉义、高雄等等，都是 U 牌系统。会中评选营运的厂商以单足久来形容，表示以后将密切甲高雄局合作。高雄局嘛预计伫校园、景点、公园、车站等地点来设立，让市民早一天享受到 U 牌服务。咱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